針對着這中年油脂的風波，行政院長杜英泰今去到立法院專案報告，強調這件事件讓民眾產業感覺不安，會自我檢討和反省。也講到戰前捌講到，愛擱再考慮是要求衛福部擴大加嚴處理，唔是為着要暗崁。不過這納培立委一開始呢，就先去佔領這接詢台，主動杜英泰上台報告。接詢的時陣也一直愛伊會室內，也講要追究行政責任。大聲化口號，要求行政院長杜英泰落台。國民黨立委甲民眾黨立委各自提標記，甚至搬出油桶，主動杜英泰上台報告。在立法院會議長江啟臣協調之下，杜英泰才順利進行中年油脂案的專案報告。以油品風波小白我報告為做出表態，讓大家不安，讓產業焦慮，我還是深感遺憾。我們會深切的自我檢討跟反省。讓這個機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來。杜英泰強調，無論是源頭管理、制定管理、通報系統加修訂是按法，會提出完整結果，也會全力追究行政責任。針對哪嘢質疑杜英泰對落架產品做出愛可考慮的回應，洪改圖是無關係落架問題油產品的風波做出解釋。大家也誤會了，委員也誤會了，沒有人要輕放這個行為，沒有人要把它縮減，反倒我們是要把它擴大。加嚴去處理，所以要再考慮，是這個意思。杜英泰強調，迄當時衛福部立場是依照2017年的處理原則，即會當處理到第一站，無法度落架第二站。愛閣考慮是請衛福部愛擴大加嚴處理，嚴格問題油品繼續探燒。在野主焦杜英泰敢是愛甲民眾會室內，甲安怎追究行政責任，實質敢是愛累個改組。你到今仔還閣無要道歉就對啦。我拄話講我。要深刻的檢討跟反省。你想我怎按怎道歉？深刻的遺憾檢討跟反省。今天是專案報告還是專案道歉？杜英泰閣較強調，政府會有積極的改善作為，包括一禮拜來檢驗完成中年生產相關油品樣本，有風險落架產品重新上架，會用分縣分行等3關節監督。一禮拜來提出食安法加做法修法，常常由處長為每半年自主檢驗加嚴做搭配檢驗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